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医疗相关的话题这两天关于这个医院关于医疗这个行业网上的议论也比较多。现在这个医院纷纷欠薪，很多医院难以为继关门，二甲医院纷纷倒闭这个现象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医疗卫生行业现在也是大家比较关注。这两天这个央视他报道了一个贩子，也就是俗称黄牛把几十元的专家号炒到3000元。一说到黄牛，一说到号贩子，大家都知道你跑到医院去挂号，什么号都挂不上，尤其专家号。但是黄牛手上却有，对吧？但是得加价。为什么黄牛他能挂上号呢？那么紧俏的专家号，黄牛不仅可以挂上，而且可以指定，对吧？你挂哪一天的。央视新闻报道沈阳警方抓了112个号贩子。通过警方这个调查，发现这些号贩子黄牛他是怎么去抢这个专家号的。大家看视频他们挺厉害，反正是咱们老百姓正常肯定是要排，肯定排不着，但是人家就能说，你是恨不得我感觉是当天去，当天就能挂上都。人家反正是会啥手段的，咱是肯定不知道。采访中，患者家属为我们演示了在网上挂号的过程。在提前绑定了患者信息的情况下，需要用时大约1分钟。而使用加速软件的号贩子，在提前输入患者信息后，点击一次预约仅需0.35秒。0.35秒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吗？0.35秒大概是1分钟可以点击200次左右吧。他们只需要设定好那个软件的操作以后，把那个鼠标放在那里，然后一点确定，鼠标就咵一直在不断的点击，然后可以达到1分钟200次左右。抓捕现场，电脑屏幕闪烁，几十个预约界面同时操作。黄牛能够快速抢号的秘密就藏在其中。他们利用一款名为按键精灵的软件加速抢号，有部分号贩子专攻热门号源，放号第一时间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先行抢号，找到客源后再把提前抢占的号源退掉，同时用患者信息快速抢号，一退一抢间完成号源流转。最开始的时候是你退了这个号就到那个退号室里，直接就可以显示出来了。他们发现这种漏洞之后呢，他们就在下午不定期的把上午退的号陆陆续续往出放。但是所谓的黄牛对这个放号的规则已经摸透了，他们就在这个指定的时间段一直蹲守在这个界面前频繁的去这个刷新界面用他那个软件，咱们人手根本就没法跟抗衡。时间长了之后，号贩子不满足于一直守在手机和电脑前的操作模式，还研究出了一款专门用来抢号的软件。刚开始也是拿手机，也是看，也是就一天也看，有时候能看10多个小时，能看抢着1个2个。后来听别人说有这软件，不用搞手就盯着看，就是不用搞手，原来就是手盯着点屏刷新。那软件是不用刷新，是自动现在能抢。犯罪嫌疑人王某是其中一个号贩子团伙的头目，在陪家人看病时，曾找黄牛挂过号，并从中发现了所谓的商机，开始倒卖号源。今年2月，团伙成员找到了北京一个计算机培训学校的老师尹某，花2万元请他制作了一款抢号软件。这个软件的作用其实就是可以去挂号，就相当于是你不需要手动的去挂，它可以软件可以代替你手动去挂，它的成功率会高一些，因为它挂号的频率和速度会比手动要高一些。这款软件通过编写特定的抢号程序，提前编辑好患者信息，设置好要抢的号源以及抢号的时间间隔，从而实现自动化批量挂号，线上秒杀紧俏号源，线下层层渔利，一条黑色产业链由此形成。据警方调查，在2024年2月至10月期间，9个团伙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共计抢号23000余次，涉及沈阳6家医院，共计获利300多万元。各大医院开通那个网上预约挂号小程序，主要意图呢就是减少患者排队奔波以及黄牛倒号的行为。但是号贩子呢，通过科技手段抢占号源，侵害了患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医院正常的挂号秩序。
据警方介绍，在医院没有推出网上挂号系统时，有些号贩子就是靠在医院排队获取号源，当时也被治安处罚过。现如今，从线下到线上，从拼速度到研制软件，号贩子也逐渐走向了犯罪的深渊。目前，1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罪名，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通过我们研究啊，他们对各大医院的挂号系统，进行了攻击，进行了非法的侵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同各大医院，对他们的挂号系统，进行风控，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警医联动机制，如果遇到相关的警情，要及时报警。另外呢，我们也进行视频巡查，还有警察巡逻，来遏制这些黄牛号贩子死灰复燃，来维护我们患者的利益。实际上呢，不光是医院的这专家号，这个黄牛啊，他抢这个票啊，包括火车票啊，包括什么其他的，只要是紧俏的票啊，都有黄牛，都有号贩子，不光是医疗行业。所以我们仔细想一想，它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供不应求，稀缺资源、优质资源太少，没有办法满足中的需求。你比如说到了春节，到了节假日，那个火车票就难买，但是现在好多了啊。以前啊，一到春节、春运，那个火车票啊，无论是高铁票还是那个绿皮火车啊，根本抢不到，只要一放就没有了。那都谁抢走了呢？就是那些号贩子、黄牛。有一些这个紧俏的什么演出啊，关于这个警方啊，关于有关部门跟黄牛的斗争啊，这个报道非常多。无论你怎么斗，无论怎么整治，无非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打击医疗行业的这个黄牛号贩子，对吧？这种新闻也非常多。但是黄牛号贩子依然存在，所以重拳打击黄牛是应该的，非常有必要。但这个还是治标不治本，就你把这112个号贩子给他抓了，号贩子就绝了吗？不会的，会越来越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斩草没有除根，没有用的。所以关于这个号贩子啊，大家都讨厌，尤其是医疗行业的，你心急火燎的去挂号看病，结果根本就挂不到，绝望。我们肯定会埋怨那些票贩子。实际上呢，票贩子他只是从中哄抬了物价，票贩子改变不了供求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个？票贩子很可恶啊，他只是从中赚了钱，哄抬了物价，但是他改变不了这个，对吧？病难看，专家难看的这个根本。换句话啊，如果没有票贩子，你是不是就能挂到号？我想这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没有票贩子，你也挂不上号，因为它紧俏啊。所以说啊，你要根治这个号贩子、票贩子、黄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供给，要么就是调整需求。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有的需求啊，它是怎么说呢？叫多余的，或者叫过度需求啊。这医疗行业也有过度需求啊。也就是说，全国人民一有点小病，你都要跑到上海、跑到北京去看专家，那专家当然忙不过来，那你搞多少专家都不够。所以你看，需求这儿你要引导，同时呢，你这个优质的医疗资源，对吧，也要增加，医生的水平也要提高，这个才能从根本上啊解决黄牛的问题，解决号贩子的问题。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患者的需求，咱们现在的这个好像医疗这个体制啊，我是大概知道一点点啊，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说他也在搞什么分级吧，就是小病你去到这个对吧，社区那个医疗点，对吧，你感冒发烧，你不要去这个3甲医院了，对吧？然后在什么样的病你去3甲医院，在什么样的病你去省里面的医院，对吧？再是什么样的病你去北京、上海，现在它应该是有这么一个，或者是接近这样的一个分层，这样也减轻啊这个什么省会城市啊，这些大医院或者是北京、上海这个一线城市这个医疗的压力，这个想法是好的啊，但实际上呢，执行过程中总有这样的问题，导致很多人呢，他对这个下面这些医院他不信任，比如对社区的医院，人家本能的不信任，对什么2甲医院也不信任，对本地的3甲医院，总觉得钱花了，病治不好。这个我是亲身体会啊，我在以前节目里面、直播里面都讲过，所以你不能怪患者啊，什么过度医疗、占用医疗资源，纯粹是因为你医疗水平啊有待提高，医疗水平参差不齐。10几年前啊，我们家小孩大概不到1岁，可能有点感冒吧，或者就不是感冒，就是夜里啊咳嗽，喉咙里有痰，然后感觉他就憋住气，那脸都憋得发紫，咳不出来，然后我就赶紧打120啊，然后120把他送到
通州妇幼。那到了通州妇幼啊，那个急诊室就给他就是叫物疗吧，还是什么，就是总之啊，花完痰就好了，然后给他验血，因为是急诊嘛，那个大夫说啊，怀疑有肺炎，但是啊，我看他那个化验血的那个结果啊，他的白细胞没有增加啊，怎么会有炎症呢？但是医生说他怀疑是肺炎呢，要求第二天拍片子做那个 X 光啊，因为是夜里啊，所以我们还等到早上点，等到人家那个医生来了对吧，才能去给他检测。检测完之后说胸部没问题，肺部啊，但是还是给他开了一堆消炎药、抗生素啊。但是我就觉得奇怪啊，因为他肺里没问题，完了你验血也没有这个白细胞增加，哪来的炎症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医院不靠谱，因为小孩啊太小对吧？你给他吃那么多药肯定不好啊。所以我让小孩回家，我呢立马打车去了那个日坛路啊，那个就北京儿研所，我去挂了个专家号。但是那个医院人特别多，因为我去的早啊，那个专家我记得还是个老太太，头发都花白的。结果他一看啊，然后他拿听诊机听一听，然后诊断啊，说啊是支气管炎，然后又开了一堆药。我这更不相信了，这俩医院说的还不一样。所以我啊立马呀，我又打车去了日坛，就那个月坛那儿的北京儿童医院。你看我这一上午折腾的，我从夜里一直折腾到早上9点，到了那个北京那个儿童医院，我挂了个号，然后那个医生一检查，那答案更是截然不同，说你这个是喉软管发育不全，但很多小孩对这毛病，到了2岁自己会好，不用管他。你看看，结果我就按这医生说的，也不给他吃药，就没管他。如有痰的话啊，他说你想办法给他化痰，咳出来或者把它抠出来都行。结果自己就好了，什么药没吃啊？你想啊，我如果按照通州妇幼的医生说的，那一堆药就吃下去了，好肯定能好，因为你不吃药都能好嘛。那药估计那就是副作用啊，就最后好了你也不知道是吃药好的还是他自己好的，总之药的副作用肯定是有了，对吧？你要听这个北京儿研所的，那就是支气管炎。所以你说就这样的水平，这是北京啊，这样的水平你让我怎么放心？你听谁的？你要按照这个儿研所和通州妇幼的医生的建议，没病恐怕也治出病出来了，最后有病也给你治成疑难杂症，对吧？疑难杂症给你治成绝症。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医院的这水平啊，还是有待于提高。关于这个黄牛号贩子，我也有亲身经历啊，也是10几年前啊，同样的病在3甲医院，北京的3甲医院找专家看，专家斩钉截铁的说啊，他是那个科室主任，那个他的挂号费好像是300还是400，我不记得了啊。但是当时有个渠道，你只要多加600块钱，人家就可以把那个主任约出来，把你的这个资料一看，给你诊断。我就是通过这个方式的，挂他号挂不上，所以我就通过这个渠道啊，相当于加600还是几百，我记得不清楚，反正加一笔钱，这个专家就出诊。专家一看说这个病啊预后不好，你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我有上一次的这个看病的经验啊，所以我不能相信一个专家的。所以这个专家说完之后，我就又到了另外一个医院，我就查百度啊，查这方面疾病啊，全国排第1的专家是谁。我查到了这个专家在北大医院，然后我就直接就杀到北大医院，果然在那个墙上挂着一排专家里面，我看到了这专家的名字和照片，但是挂号是挂不上的。我就看旁边啊，有一个人眼光啊到处在漂移，一看那个神态就像那个黄牛票贩子，然后我主动的靠上前啊，就像那个地下党街头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各大医院也在打击票贩子，抓黄牛挺严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能搞到票吗？专家号。他说你要谁的？我就指一指那个墙上那个排第1的那个，他说可以。他当时给我要800，我说我给你1000，你务必给我弄到，因为他当时那个专家是1周就2次，我记得一个是周2，一个周4，当时好像是周2，我说你给我弄到周4的，就是最近的那个，我给你加200，我1000。那个号贩子很高兴很激动啊，没问题。然后我给他预付了好像是400块吧，留了电话。果然啊，第2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了，号挂好了。但是啊，就像这个视频里说的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啊还不是什么那个机打的，也不是这个把那个信息啊录到什么电脑里面，他那时候就是登记的时候，他登记的是一个人名字，完了之后他跟我说啊，你挂号的时候你说这个人名字，但是你把它改成你自己名字，你说挂错了就行了。总之啊，但是就是得换一下。这个视频里不说查到号之后再把号退掉，再用那个真正的患者的名字再抢吗？你看看新瓶是装旧酒，模式都是一样的。后来我就这样去挂上号了。挂号了之后啊，我就问其他的这个患者，我就问他们这个专家号是怎么挂的。他们告诉我啊，发动全家人打电话，比如早上8点放号，他们7点55恐怕就开始一家10来口人狂摁，疯狂的往里打。那时候都是通过电话呀。结果啊，这个1000块钱花的也非常值，因为上一个专家说这个啊预后不好，你做好心理准备。结果这个专家人家一看说你这叫什么病啊？你这在美国
说在国外这都不叫病，然后他说80%以上没问题，他说就80%患者都没问题。你说两个专家啊，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哎，事实证明这个专家他说的就对了，就按他说的，果然就没问题啊。你说这个真是天壤之别，你让患者怎么办，对吧？你听第一个专家的，那你恐怕又制成疑难杂症了。这还不算啊，这个还不算，后面还有一个，过了大概7、8年，我又一次找他，还是这个专家啊。我啊去看病之前啊，我先去了别的医院找了一个专家，运动医学的，还是运动神经学吧，名字我都不记得了。这个专家，我就挂他的专家号给他看。这个专家跟我说啊，他说这个病啊说不好，你得做好多检查啊，他列了好多检查的单子，而且那检查周期很长，不短，要1、2个月。完了之后他说，如果说要对上号了，对症，他这个病好治，很简单，但你先做检查。但是我听他一说，他说我感觉像，他也是个专家啊，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大，好像也是科室主任，北大医学院毕业的。哎呦，我跟他闲聊知道的，我就问他啊，我说这样的病人你见过没有？他说没有，一个都没有。他说这种病啊非常罕见，10万分之一还是多少万分之一，反正非常罕见。你想他是专家，他都没见过，这我也不能相信他了，他都没见过，他怎么能这么确定呢？所以我又去找那个排名第1的那个专家去了，结果这回没票贩子，好像我那一看没有号贩子，正好但是也是疫情嘛，这个闲杂人等也不让你在那逗留，所以一看这怎么办呢？我就直接去那个专家所在的诊室，那个专家他手下好多学生，大概5、6个实习生还学生嘛，进进出出的。我先堵住一个学生，跟他说明来意，这个学生说那你得去挂号，我说我挂不上，你得想办法去挂。我一看这不行啊，然后我呢就在那等。为什么在那等呢？就我知道这大夫他总得上厕所吧，我就等他上厕所的时候把他逮住。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从8点多在那等起啊，等到10点多他才出来上厕所。那个厕所在2楼，他那个诊室在1楼，厕所在1楼，诊室在2楼，所以他出了门就开始下楼梯上厕所，我就赶紧上去啊。结果有人捷足先登啊，一个女的从斜刺里杀出来，你知道吧？直接把那个大夫给截住了。大夫正在下楼梯呢，那女的跟着后面说，我有什么病，你给我看看吧。我在后面一看，我发现这个情况就坏了，因为这女的太直接了，而且显然人家是上厕所的，是憋着尿的，是着急没空搭理，你知道吧？人急着要上厕所，我本来是堵她上完厕所上来的时候再去接她，结果让这女的提前接了，时间接的不对，人家对吧？憋着尿上厕所，着急忙慌的，哪有空听你说话？那大夫脑袋摇得跟像那拨浪鼓似的，不行，你报告，一路小跑要上厕所。我一看这完了，这第一个失败了，你第二再去，那肯定更不行啊，对吧？他前面拒绝了一个女的，我再去他也同意，那别人又来找他，所以看完了。后来我就决定，我就在等到他看完。这个专家啊，他一般的是医院的给他20个号，一般都这样，然后他自己还要加20个号。加20个号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叫随诊吧，或者叫复诊的。你专家看病，他不是一次给你看好啊，对吧？你第一次挂了号，你建了这个什么档案病历之后，你第二次直接预约去看，所以他还有20个这样的复诊的号，所以他一天要看40个人。实际上这个专家是只看一上午看40个人，他根本看不完，他一般的看到下午1、2点、2、3点，所以我就决定等他。我一直等到12点多1点了，对吧？别的那个科室的人早就走了，中午吃饭去了，然后他那科室门口就剩1、2个人了，因为我一直在那等着，那护士啊，还等他那个学生都知道，一看我决心很大，就不见一面是不会走的，所以他那个学生跑出来跟我一聊，然后在我那个病历本上写了一句话，写了那个大夫的名字，让我2周以后拿着这个到前台去加号。我就挂上号了，就这么挂上的。后来我问那个其他的人是怎么挂上的，我才知道啊，有一位患者是内蒙古的，疫情期间本来就不容易，跑到北京看病，找了他也是挂不上号，怎么挂都挂不上，找到票贩子，好像花了1万5才挂上他的号。结果我反正在那排队，就在那等，从早上8点一直等到大概1点多吧。后来半个月以后我去加号，然后去看，果然这个专家又说了，你不用检查，我可以肯定就是这病，我给你开药，你直接吃就行了。然后这个药非常便宜，好像不到1块钱1粒，一天吃1粒。果然呢，一吃就好了。所以你看这个专家跟专家差距有多大呀？要不人家怎么全国排名第1呢？我举这例子说明什么呢？对吧？说明一个是医疗水平真是参差不齐。你把好多因为这个水平的问题，导致很多病恐怕越治越复杂，治成疑难杂症，更加加剧了这个医疗资源的负担，对吧？这个导致医疗资源更加紧缺。本来一次就能看好的，结果你要绕很多弯路那个大夫自己跟我说他到他这儿的好多都是绝症，这些绝症刚开始都不是绝症，都是说在市里面、在县里面、市里面、省里面，或者是
是其他的医院乱治，最后治成疑难杂症。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说一说这挂号的心得啊。虽然我们痛恨票贩子啊，但是你要是生病了，你找专家，你如果自己解决不了，你只能找号贩子。你要看病啊，不能耽误，也不能瞎看，你找那些乌七八糟的人看，反而看坏了，对吧？这个叫务实啊，没办法。我们虽然讨厌痛恨这个黄牛票贩子，但是你真要遇到这个病了，你不找号贩子，你找谁呢？第二个啊，就是说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号贩子，你也不想找号贩子也可以，那你得好好的去了解你这个病。你这个病啊，跟你要找这个专家是不是同一个领域？他能不能看？这个专家明明是看这个肝的，你非要你说你脑袋疼找他，那人家当然不会给你挂号啊，没用啊，对吧？你那个最好是跟他这个领域啊完全一致。然后你要找他加号，你一定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说服他。在我打交道的过程中啊，我发现大部分专家都是比较通情达理的，都能为病人着想。就是你只要合情合理。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不是这个找人托人挂号，我觉得那个太盲目。首先你对自己有个大概的了解，你心里得有个数，就你心里得有杆秤，完了你再决定怎么去解决，到哪个医院找哪个专家，叫有的放矢。那怎么解决呢？我就是潜伏进那个病友群，在网上搜，然后就看他们写的心路历程。我真的会研究案例啊，就是他们得了这个病，他们这是怎么治的，这一路上怎么弄的，然后就是成败得失各种总结。我每天看大量的这样的，然后我自己得出个结论，然后再找专家，一个专家不行找两个，我看两个人谁说的靠谱，或者三个，这样你少走很多弯路。因为啊，你一旦患了这样的病那样的病，会有很多人好心人呢给你建议，比如说看中医，对吧？看那个专家，确实有啊，各种各样的。如果你没有主心骨，人家让你去这儿看你就去这儿看，去那儿看就去那儿看，最后啊看成了疑难杂症，谁给你开药你都吃。所以你自己要有主心骨。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号贩子黄牛，所以归根结底啊，还是医疗资源，优质的医疗资源紧缺，对吧？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你号贩子黄牛是解决不了的。你怎么打击，对吧？你就判他做10年5年的，照样还有人干，只不过是更加隐蔽，你供应短缺嘛。所以还是在增加供应这一块得想办法，怎么样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专家，或者这些优秀的专家怎么样能扩展他的接诊的能力，对吧？一个专家一天只能看20个或者看40个，他能不能通过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对吧？各种先进的这种技术啊辅助他一天能看100个呀，甚至看200个，对吧？他还可以复制更多的像他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是解决之道，就是增加供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你的提高医疗水平，对吧？那些庸医啊，你还是越少越好。那庸医不仅不解决问题，还会制造新的问题。那最后就是靠我们自己了，对吧？你自己还真要研究这个医疗啊，也是结构性矛盾，对吧？好的医院，大的医院一号难求，有的医院呢没有病源，要关门要倒闭。那有网友就说了啊，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那个全国第一的专家去看呢？因为啊，我看的这个病啊，它应该不属于这个全国第一的专家的领域。我是抱着瞎猫碰一碰死耗子这个心态，跟这个专家的领域有点擦边，这是我个人理解啊。结果一找他，人家说的头头是道，斩钉截铁。所以说啊，说来说去就是看病难。过去不有一个梗吗？说你吹你在北京有人脉，怎么样叫有人脉呢？就看2个，一个能不能解决小孩上学，一个能不能解决看病，对吧？你要能想去哪个医院挂号就去哪个医院挂号，对吧？你也想把孩子上哪儿上学就送到哪个学校上学，就说明你有人脉啊，其他的都是吹的。可见在北京上学看病多难。很多人说啊，你北京人看病容易，那些3甲医院那专家看病从来不问你是北京的还是哪儿，都得去打电话去抢号。你北京人看病无非就是离得近一点，不用住那个旅社，不用住酒店，不用住地下室，住自己家里面。但是来回跑也不容易啊。你看胡一静老师连着3个星期去医院就崩溃了，他可是厅级干部啊，而且他那个就是肾结石，哪个医院都能看，都给他整破防了，抑郁症都加重了。所以说句啊，就是看病难，对吧？这个东西还是系统性的问题，任重道远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